刚在地前来看台中市中西区的清洁队发挥着卡斯，把这个咖啡泡回收处理变做除草包，让资源循环再利用。 清洁队员将回收的咖啡泡倒伫咧篮内底，互日头晒。台中市中西区的清洁队结合社区和业者，将底咖啡豆的麻布袋回收、消毒、裁剪，放打碎咖啡泡，正做有温情好的环保除草包，真特别。因为一来可以就是垃圾减量，达到垃圾减量，又可以 把那个回收的东西再充分利用。咖啡泡算是轻废弃物，每个月拢会回收超过100吨，所以清洁队利用咖啡泡会当吸收臭味，加上不断改良，才设计出环保的除草包。中西区清洁队每个月大概回收130公吨的生厨余，那其中有2公吨大概是属于咖啡渣。咖啡泡的环保除草包会配合市府的相关活动，将做奖品予民众来换，希望带动民众作为响应环保集团的日生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的 YouTube 频道。